淹水湖啦，就是讲吼，伊顶个用地动吼，迄个啥山凹吼，山凹，迄个凹就是会当写成凹下去的凹，会当读作凹吼，啊是你要写鸟窝的窝，迄个嘛会使吼。山凹遐吼用地动吼，有迄个啥，就是讲变做讲有诶所在放去，放去了，伊若拄去踢着吼，踢着迄个水路。迄水呢，个种吼会一直蹲咧遐，就形成一个叫做崩山湖。所以迄个啥要做崩山湖，就是因为伊山迄个地动放去了后，甲迄个水路踢着形成的一个咱伫讲的堰塞湖，迄个做崩山湖。这边时啊遐严重咧，就是迄崩山湖就迄个即几工佫拄着风台，迄个啥呢？雨水水就愈积愈济，愈积愈济到尾从去互啥呢？迄个咱讲做迄个气气堑，啥做气堑？就是迄个崩出一个缺口了，叫气堑去。哇！规个迄个土石流有无？咱看电视土门高迄真正会惊人。一时若个水到迄个水上盖盖，你看你若亲像伫1楼迄个，要走个袂，要走个袂离这么电视直播真不幸迄个不幸煞无去啦另外佫有失踪失踪的嘛，失踪要几百人这失联啦这咱希望到尾啊嘛是会当找着，若无这实在是较严重。来，我请教一下